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4月6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金老师。咱们还是先看一看特朗普贸易战下的美股，因为这个逻辑是美股它会影响港股，港股它又会影响胡适。4月6号消息说，美国宣布所谓对等关税政策，引发美国和全球股市震荡，美股三大指数均出现超5%的跌幅。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下跌，贝尔公司分析师估计说，全球股市价值已蒸发近5万亿美元。有报道认为，美国股市过去2天缩水5.9万亿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社交媒体上转发其支持者发布的一段视频，视频开头表示美股市崩盘是故意的。此后，特朗普又发文喊话，让美国人民挺住啊！这是新华社报道，告诉美国人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我似乎脑海里已经有了个印象，特朗普在小黑板上写上了啥啥信邦关税信邦。但是美国人似乎不领情，美国人好像不答应。先看看美国老百姓的反应。首先是4月5日，数十万抗议者在美国各地举行示威活动，抗议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当天约1400多场主题为驻守的抗议活动在华盛顿国家广场、州议会大厦等地举行。抗议者持花式标语抨击特朗普和马斯克在政府缩减、移民和关税等方面的行动。参与者表示特朗普正在撕裂这个国家，正在夺取美国人的权利，并挑战全世界。活动组织者还表示此次活动是特朗普1月20日上任以来最大的单日抗议活动全国各地都爆发了抗议特朗普的游行示威，声势浩大。美国人让特朗普驻守也就是悬崖勒马。当然了，这个跟咱们的观点一致，咱们好像也告诫特朗普要悬崖勒马。当然了，美国人民在游行示威之余还去了趟超市，据说把超市里面的货都抢空了。我看媒体报道，有可能这个中国货更是抢得一干二净。很多美国的名人居然还号召赶紧去超市囤货，把什么日常用品，什么牙膏、卫生纸、牙刷、肥皂，说你家里能放多少你就买多少，囤。接下来这些东西都要涨价，不光这个日用品涨价，也不光是中国的商品涨价，连耐克这些还有阿迪达斯这都在涨价。另外更有可能涨价的还有苹果。这个根据摩根士丹利的测算说，对华加征关税将使苹果公司每年增加约85亿美元的成本。路透社则援引分析人士的话称如果苹果公司将关税成本全部转嫁给消费者，那么 iPhone 16 Pro Max 在美零售价将从现在的1599美元上涨到2300美元，大概是16700人民币。也就是美国人民有福了。不光是这个美国的老百姓不满意，最终买单还是要他们来买。美国的科技如金融界知名人士也不满意。美国媒体报道说，科技如金融界知名人士组团赴海湖庄园，欲就关税问题与特朗普讨论常识。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当地时间5日报道，多名消息人士透露，一批来自科技和金融行业知名人士正前往特朗普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试图就其推出的税收政策与其讨论常识。也就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对特朗普的政策提出了反对，就连特朗普核心圈层的人一样，由于特朗普的关税政策，特朗普的这个核心小团体已经出现裂痕。首先是美国的财政部长，现在有传言美国的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叫斯蒂芬妮·吕勒，他昨天说他说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无法忍受特朗普政府荒谬的关税算法，已打算辞职。吕勒在节目中说我的消息来源说，斯科特·贝森特行为另类，也就是说他在这个特朗普的这个小集团里面，这个贝森特还是跟他们不太一样，叫行为另类。说就特朗普的核心圈子而言，特朗普根本不亲近贝森特，也不听他的。有人对我说他正在寻找退路，找机会去美联储，因为在过去的几天里，他发现自己在市场上的信誉和履历正在被不断损害。也就是这个贝森特实在没法跟这个特朗普这个小集体就配合了，这个草台班子
没有办法搭伙，也就是传言财政部长贝森特也可能要辞职。如果说贝森特辞职还不足为虑，难以撼动这个特朗普的光辉形象，接下来这位他跟特朗普之间已经有裂痕，那这个事就比较大了。他就是美国的一字并肩王啊，马斯克。这几天马斯克的新闻也不少，首先是马斯克说他很快就要辞职，离开政府效率部。特朗普本来说他同意，他认为马斯克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他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需要管。后来又发现，特朗普发现马斯克从那儿走，你不管解释成什么，那媒体解读那都是他们俩有意见，他们俩已经不和了，所以特朗普也很生气，就说都是谣言。这马斯克可以在政府效率部想干多久就干多久，可以一直干下去。这意思实际上就是特朗普他要向外界展示他跟马斯克之间是无间，是最亲密的战友。但事实上马斯克这可是扛不住了。首先这马斯克不仅要辞职，他还对这个特朗普的关税发表自己的看法。根据 CNN 报道，这个在特朗普政府担任政府效率部负责人的亿万富豪马斯克，于关税战导致华尔街股市暴跌之际，罕见公开的抨击特朗普政府核心圈人士。特朗普的贸易和制造业高级顾问彼得·纳瓦罗4日在有线电视新闻网节目上试图淡化过去2日因关税战造成损失而引发的市场担忧。在市场受关税影响下，马斯克个人损失达数百亿美元，美国股市经历5年来最糟的交易周，马斯克的特斯拉股票更是喋喋不休。在纳瓦罗坚称关税最终会迎来好的结果后，马斯克在旗下社交平台 X 上公开嘲讽纳瓦罗。这个马斯克把矛头对准纳瓦罗就是特朗普关税的一个主要的推手。有网友在那个马斯克的帖子下面留言，他说我很困惑，你们不是同一阵营的吗？言下之意就是你马斯克跟特朗普、纳瓦罗不都是沆瀣一气的吗？你怎么还反对纳瓦罗呢？这马斯克反对纳瓦罗，而如果你说他还是两个人之间矛盾，不一定是特朗普对马斯克对特朗普的关税有意见，实际上不是，实际上马斯克就是对关税开炮。根据路透社报道，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贸易伙伴征收对等关税数日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周六在意大利右翼联合执政政党联盟党在佛罗伦萨举行的大会上，以视频连线的方式与党魁萨尔维尼对话时表示他希望未来看到美欧之间实现完全自由贸易。马斯克说他是最终我希望达成共识，在我看来，欧洲和美国最好能走向零关税，实质上在欧洲与北美之间打造出一个自由贸易区。马斯克表示他也希望美欧之间能够有更大的人员自由流动。他说如果有人希望在欧洲或想在北美工作，我认为他们应被允许这样做。他补充道这确实是我给总统的建议。言下之意，马斯克给特朗普的建议可不是现在特朗普的关税大办了，特朗普对所有的国家都加10%关税，完了后面他有一套公式再去计算。我在网上看了一个帖子，这个美国不对一个是太平洋上一个小岛征收了90%几的关税，也闹个大笑话。那90%几的关税怎么算的呢？说仅仅是因为美国有一个商人不知道头脑是短路了还是怎么着，突发奇想从那个岛上，这2024年说进口了大概几十万美元的一个虾水产品，是不是想尝尝新鲜？结果那个岛对美国的贸易就那几十万美元，但是那个岛他没有从美国进口任何东西，因为美国也没有商人把东西往那个岛上卖，导致那个岛跟那美国之间的贸易逆差就几十万美元。那按特朗普的公式，所以一下就给他征90%几的关税，说闹了个大笑话。不管怎么说，就能看到马斯克和特朗普之间裂痕已经形成。我有时在想，这马斯克是不是跟胡锡进老师有点像？你看胡锡进老师他就是这样，他对乌克兰极尽这种，他给俄罗斯洗地。马斯克也一样，他为强者伸张，让弱者屈服，也经常诋毁乌克兰的反抗侵略的行为。他们同样的，你看股市只要一跌，胡锡进老师那人性的光辉就多那么一点，好像就恢复了一点人性。这股市稍微一涨，胡锡进老师立马就露出原形。这马斯克也一样，最近特斯拉暴跌，搞得不好还要创新低，好不容易反弹一下，现在又要创新低。马斯克是不是就恢复了一点人性，恢复了一点理智？所以说后面美股再跌，那马斯克恐怕
就跟特朗普之间裂痕就会越来越大，因为他只要越来越理性，他就恐怕跟特朗普要分道扬镳。我在以前节目说过，特朗普搞来搞去，实际上是美国孤立主义，把制造业带回美国，他是反全球化的，而马斯克是得益于全球化。马斯克能有今天的成就，纯粹是靠全球化，对吧？他以前那个特斯拉在美国不是要死不活的吗？快倒闭了，后来跑到上海搞了个超级工厂，他是全球化的受益者，结果他也跳出了反全球化，跟着这个特朗普后面瞎跑，不可理喻。现在恐怕因为美股暴跌，马斯克是越来越看清楚了。马斯克为什么说跟欧洲要搞个自由贸易区，是因零关税？他什么良心发现吗？不是的，因为他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压力，他已经感受到了，如果是反全球化，美国孤立，他马斯克很难成为全球首富，甚至有破产的可能。你看，欧盟拟对马斯克名下的社交媒体平台 X 重罚约10亿美元，这是《纽约时报》4月3日披露的一则消息。根据欧盟2022年通过的数字服务法， X 平台违反了打击非法内容和虚假信息的法律。该平台尤其被怀疑操纵智能算法推荐模式，使某些被视为非法的内容更加明显。据报道，欧盟执委会初步调查认定，社群媒体 X 的蓝勾勾认证、资讯透明度等具有误导性。马斯克反驳说用户可以付费订阅，但这些胁迫方式违反了数字市场法案。咱们简单理解，就是欧盟找了个借口要把马斯克罚一顿，罚他10个亿美元。这个欧盟现在正在酝酿要征收这个是什么叫数字税，这些恐怕对这个马斯克都是非常不利的。这回板子打到了马斯克身上，他已经知道疼了。为什么说一旦美国脱钩断链，一旦美国孤立，马斯克他不仅说他首富当不成，说不定还要破产。因为马斯克的业务他都是全球开展，你比如星链，如果他的星链只能在美国提供服务，那他的成本能不能控制的这个问题，他要全球推广。比如说他的火箭，他要全球找客户。比如他的 X 那个社交媒体，如果仅仅面向美国用户，那一共才3个亿。还有他的特斯拉，所以现在马斯克恐怕是已经感受到了危机，害怕了。美股如果再跌下去，马斯克很有可能要跟特朗普矛盾就公开化，总有一天他们俩要划清界限，总有一天他们俩要互相攻击。胡适的下跌让胡一静老师清醒了一些，美股的下跌让马斯克也更加冷静。所以有的时候发现这股市跌还是有一定好处的，那股市要一涨，这人人都是膨胀，人人都轻飘飘的。最后咱们还是要关心咱们胡适，也就是贸易战。咱们虽然说特朗普是乱来，那咱们也毫不客气，对等反击。这个按照胡一静老师的说法，那是热血沸腾啊，解气。但问题是这个代价是什么呢？咱们不能光解气，因为咱们对吧，这么多韭菜还是要吃饭，还是要就业，还是有孩子要养，有房子要供，生了病还要看。我们看胡适已经做出反应了 A 股多家上市公司近日针对美国关税政策影响做出了回应。你比如说博众精工，他说公司出口美国的业务占比不大，因此加征关税对公司的直接影响不大。那么新宝股份他说公司出口销售占比70%到80%，也就是它出口是将近80%，其中北美市场占出口销售的30%到40%，就一半的出口到北美市场。说公司出口美国的产品主要采用 FOB 交易模式，关税由买方承担。公司表示将密切关注政策变化，并积极寻求多种策略以降低潜在影响。也就是说它影响还是比较大了。这个关税不管谁承担，最终是导致你这个业务能不能做。你关税由贸易商承担，贸易商把这关税加到消费者头上，如果消费者他不买了，或者消费者可以买别的产品替代，那你这个 FOB 模式也没用，你卖不了。所以本质上还是看美国的消费者他有没有选择，有没有替代品，有没有更便宜的供应商。你看这个华丽集团说的就比较实在了，他说具体的关税落地后还需等待后续信息。他说以往关税由品牌客户承担，如果关税大幅提升，可能会转嫁给消费者，从而影响公司业务。那么直接对吧说出不利影响的，那就是富临股份。有的上市公司报喜不报忧，总是要轻描淡写说没事，等我没有影响。但是有的上市公司他就没有办法就去修饰富临股份他说美国对等关税征收将加大对公司经营的不利影响。富临股份披露股票交易异动公告称，公司产品以外销为主，美国为公司最主要的销售市场。2023年
和2024年1到6月，公司对美国市场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65.73%和65.74%。2018年6月以来，中美贸易摩擦，美方对部分中国输美商品加征了25%的关税。公司的主要产品塑料吸管等部分产品也在上述加征关税范围内。公司已经通过美国、印尼和墨西哥生产基地产能调配，将加征关税产品的部分产能转移至境外。但问题是现在你转移没有用，到处都在给你加，到处都在围追堵截。他说，但是公司的境外生产基地的产能和产量占比较低，绝大部分的产能和产量仍在中国台州生产基地。公司向美国地区销售的产品仍然主要来自中国生产基地出口。美国的关税对公司经营具有较大影响，那最终还是要胡适的金融消费者来买单，这些都是直接受影响的，那间接影响的就更多了。所以胡适的消费者还是要做好心理准备。我们再看胡锡进老师这几天主要是跟特朗普在较劲，似乎忘了这个俄乌战争。胡锡进老师说，挨了中国一闷棍之后，特朗普绝对是有些慌了。他今天晚上就是北京时间又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第一句话就说中国受到打击比美国严重得多，他的叙述逻辑有点混乱。之后又说，这是一场经济革命，我们将获胜，坚持住，这并不容易，但最终结果将是历史性的。他显然看到了美股的暴跌和社会的错愕彷徨，他担起了美国舆论场的政委，试图给公众也给市场打气。现在特朗普团队最怕其他国家效仿中国，也对美国反征关税，他们尤其害怕欧洲那样做。然而，如果美国不让步，欧洲反加关税将是注定的，因为实施报复性关税是国际贸易的基本规则，只要不是太怂的，都会以牙还牙。特朗普团队现在很心虚，所以他要不停地说中国惊慌了，说中国损失比美国大，睁着眼睛说瞎话。美国过去2天光股市损失了多少？中国的回答是行动，干脆利索。从胡锡进老师的这个说法，基本上你看不到说中国有什么损失，咱们只看到美国的股市暴跌，美国人起来反对特朗普等等。但是在胡锡进老师的语境里面，似乎这个我们没什么太大影响。他之前特朗普团队的威胁，谁反加关税，他们就再提高对谁的关税。中国根本不理他们这一套，我就反制你了，加你给我加的同样的34%关税，你接下来干什么我都奉陪。这就是中国的态度。美国的企业遭到沉重打击，他们有局面失控的恐惧。如果越来越多的国家按照规则实施反制关税，特朗普团队还不在政治上威信扫地。胡锡进老师基本上就是一个爽文，他只看到美国因为加了关税之后，美国这个股市，美国的老百姓不满，他忽略了胡适的金融消费者接下来会承担什么，我们韭菜接下来会承担什么，这些好像不在胡锡进老师考虑之内。因为关税无论怎么调整，毕竟不影响退休金，就特朗普的关税并没有精准的打击这个退休金，如果精准的打击到退休金，胡锡进老师恐怕才能切实的感受到疼。咱们一直说对等的关税报复，目前看某种程度上也是迫不得已，也就是你的关税加到54%了，部分产品已经70%了，这个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商量的余地。也就是说，你关税加20%、10%，因为每一个商品的产业链还比较长，上下游慢慢挤一挤，个人分担个2%、3%，贸易商再分担一些，大家利润再窄一点，这个生意还能做得下去，还是有利润的，只不过每个环节的利润都稍微薄一点，这一回直接给你加过头了，没有办法协商，整个环节都不赚钱，都把利润让出来，他也凑不齐这54%，所以那就炸锅了，直接反击，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一溜，明天胡适就开盘。胡锡进老师说他胡适没有减仓，那我们就看一看明天的胡适会给胡锡进老师一个什么样的回报。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